早早，欢迎收看1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俊。新闻头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去瑞士达沃斯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又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针对俄乌停战来会谈。川普已经有派人去和罗西亚总统普京继续来敲切。原来泽伦斯基是讲，双方已经有针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来达成协议，不过关键的领土问题有关是无共识。伫达沃斯的这场会谈，美国总统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针对停火协议有深入讨论。会后，川普行出会场时，强调战争必须要结束，因为逐个月拢有几若万的军人死亡。The meeting was good. Look, we have a ways to go. They'r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today, as you know. The meeting was goo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We'll see how it turns out. A lot of people being killed. 原来泽伦斯基是甲媒体表示，双方已经就一份有关美国安全保障的协议达成共识。不过，牵涉东部领土的主权争议还未解决。伊强调，这场战争罗西亚未赢，乌克兰虽然愿意退让，不过必须要是双向的方式。They will need partners who will monito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can be like Council of Peace, and it will be two sides of the war. It means Russians, Ukrainians, because we are on the contact line. We have to monitor, yes, by drones and technical issues, and they said it will be Americans and some other Europeans. 不过，伫个基辅，民众对川普超代志的连连线真焦急，真侪人认为川普讲要赶紧结束战争，不过到今又是无法度互罗西亚让步。若准真正有心，早就应该有成果。即马看起来，伊搁较要义的是家己的经济利益甲名声，针对乌克兰那像无遐个啦。Ну, дивіться, він пообіцяв не зміг. Він розуміє, що йому дуже важко досягти якихось результатів. Тому, я думаю, інтерес у Трампа спадає трошки. 就算外界即期，川普派的团队包括竞赛库许纳甲特塞维科夫，伫个拜四临暝去到莫斯科，甲罗西亚总统普林会谈。去年5年中证实，双方当日就结束战争的具体计划讨论。对着美罗欧双方伫个达沃斯甲莫斯科之间的互动，这场已经拍4冬的战争，敢袂当真正结束，全球拢咧看。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功编译。甲中国建交的咱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的新总统阿苏胡拉其实立场是较活台湾的，所以咱和洪都拉斯敢有机会会当来恢复邦交。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表示讲，期待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 AIT 处长郭立明有讲到，自由毋是免钱的，美国会当甲咱帮助偌济，就要看咱家己付出偌济。所以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也支持台美加强军备合作。Our freedom is not free. America can only help our friends as much as they help themselves.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出席座谈会，强调会甲盟友徛做伙，阻挡侵略。不过美国袂当一个人担。另外嘛，讲到阻挡台海冲突，对美国、世界甲台湾拢真要紧。还佫有美国甲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伫第一岛链部署先进防卫能力。伊还佫讲台美强化军备的合作。美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已经伫台湾设立火药的测试场，引起众人的关注。The facility allows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o test ammunition to global industry standards, allowing advancements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rojects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proprietary procedures, and expert training. 无论从保护我们自己，跟与友盟国家一起维持印太区域稳定和平的责任而言，这都是必要的。郭立坚替台湾编1条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答应国军所需要的关键系统，美国会赶紧交会。学者分析，美国伫台湾成立的火药测试场，协助台湾打造火药的生产链，下用分爆架车、阿帕奇直升机，除了满足国军的需求，未来有机会影响国际情势，收款外销。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台湾利用这个机会，将美国的一些精准射击的炮弹生产线也能够在台湾生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针对中国伫外交的方面打压台湾，甲中国建交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新的总统阿苏胡拉表态，讲愿意甲台湾恢复邦交。有风声讲总统赖清德可能出席27日就职典礼，不过外交部是否认这件代志。所以我是认为他是有整体的外交的政策。那台湾是他不可或缺的一环，那特别是他在选举中讲的话，那他也知道说台湾，对这个洪都拉斯是过去带来非常多，这个效益。
针对台湾甲洪都拉斯敢有可能会恢复邦交，林佳龙讲，希望双方有进一步的发展。嘛讲目前甲12个邦交国关系是真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防部公布有5粒空飘气球对西平飞过咱台湾的天顶。伫咧中华分园有民众看到一粒绑简体字布条的红色鸡龟啊，是落伫咧中南路，怀疑讲这是对中国飞来的。因为军事专家是表示讲，这款鸡龟啊，甲军用的龟价无同，对倒来的爱个调查。汽车伫内边车道驶，头前雄雄出现一粒红色的鸡龟啊，驾驶金芳和道路闪过。车停落来，把鸡龟刷去路边。详细看有白印简体字的红布条啊。这气球的掉落处呢，就位于彰化分园彰南路5段的这一处快车道上。这民众受到惊吓后，是马上通报军方跟警方到场处理。物件红入路中啊，咱早想讲，这先说惊危险，咱给收落来，收落来，就去看，结果是大条的空飘的。代志是伫早起7点外发生的，红布条顶印发挥地灵、猎物发电的简体字，看到的驾驶怀疑是中国空飘气球绕台，基部的中华分局甲军方人员唔敢大意，拢到场翕相采证。有民众于分园乡彰南路5段往分园方向，发现疑似与国防部于本日发布新闻稿，侦获中共空飘气球通过来台空域，经本分局通报军事单位，全案交由军方处理。还有一件，国防部22公布，中国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是意图，为2日早起6点24点钟内，除了查到7支男伫台海周边活动，阁发现5粒空飘气球经过台湾本岛空气，关度1万至2万7千尺。中华关互人看到的红色鸡龟啊，军事专家认为，甲证实军用气象单位所使用的空飘气球无同，属有小型的飞较低的鸡龟啊。这些都是要有气象条件来决定。从中国飘过来，还是说在台湾有民众，或者是中国船舶刻意在台湾周边的近海所释放，才会让这种小型气球飘到台湾的内陆。数据分讲，红色的鸡龟啊，可能为中国近花台湾近海船只，也有台湾民间释放。判断关键是看当时台湾的气象条件。详细情形，国防部出稿前也无对外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头一届公开伫咧家己的全球上先进封测厂，台积电表示讲，因唔拿找国际第三方的专家团队驻厂来指导，要引进日本、欧美咧起厂房的经验，结合 AI 科技来加强安全的监控。也讲到这 AI， 外界伫咧质疑讲 AI 的经济敢会消放弃？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也讲，无这款代志。即摆大家拢在烧 AI 投资，外界关心敢会有走向破坏的疑虑。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正面反驳破坏的讲法。This is the largest infrastructure build out in human history. That's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All of these jobs, we're going to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eeing quite a significant boom in this area. Salaries have gone up. Nearly doubled. 台积电22介绍家己先进封测厂，但是先进封测量能的布局，因为这个厂区是属全新的工地，挑战更较悬。即卖园区的工地规模扩大，施工的复杂度嘛提升，投入下国建厂的经验和高科技工具辅助管理。台积电表示讲，家己厂是伫台湾持续投资先进封装产能的关键一部分，有可能变作公司上大的先进封测厂区。第一期的厂房已经伫去年12月开始进基，第二期的厂房照规划等在建立。专家分析，伫人工晶片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之下，嘉义厂也是一个关键角色。嘉义厂的话，整个腹地非常的庞大，然后它未来可以再多建6座新的后端的封装厂，次世代的一个技术的研发跟导入及量产，实际上也都会在嘉义厂这边进行。台积电伫1月15召开发说会时阵强调讲，因为产能缩限会公布加大台湾和美国厂的投资，以伫台湾的布局做例，德科和高雄厂是负责上先进2台米的制定，对北到南嘛拢有先进封测厂的布局。专家认为台积电等展现全球布局以台湾做核心的决心，海外厂是当分散电政治的风险。不可否认，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厂的一个加大的布局，那么以及在供应链也随之将会到北美来进行相关的设厂，后续对于在本土中长期的一个半导体业乃至于国内经济，那么所产生的一个负面效应，它的后坐力道
还是要特别的留意。收回 AI 题材，台股22盘中实来到31890点，创历史新高。台积电股价收盘嘛起1.15%。专家认为讲，台积电伫台湾正式进入自来比制定的八加期，和全球布局变作网型的合作生态体系。接落来嘛要观察海外和本地产能的消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冷气团豆豆减少，水汽嘛有较减少。不过透早各地有关是真寒，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台南的南西，敢若7度7尔尔。咱来看分图。气象组透早有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中部以北甲宜兰地区低温大约11至13度，其他所在是14至16度。日时北部、东半部高温会升悬到17至20度，中南部会来到22度，有加较烧热。若水汽方面，敢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东半部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会落尽雨，西半部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好在冷气团发威，各地拢寒死死。最近伫咧一礼拜内，全台湾都有226个人，那就是因为天气向变寒，送病院进前就断开无心跳。亲像伫咧台北是有学生囡仔坐公车，人伫咧艰苦，强要昏去。若新北嘛有有部司机伫车顶昏迷，不幸过身，敢是因为天气伤寒所引起的，也该调查。树下顶规片白黠黠，景致实在真水。合欢山武岭美色落规暝，大阵游客赶到场，停车场客满排队的车，要看银白色的世界。带着泡面，还要从台中带着姜母鸭上来。哎呀，所以就准备的蛮齐全的。小朋友在车上可以睡觉，住清境，然后早上来这边，想说有雪，然后第一次上来这样。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感受真寒。气象署持续发布低温特报，会一直寒到拜五。尤其基隆北海岸，也阁有大台北山区，阁有局部大雨。桃园以北甲东部，原来会落短暂雨。在医院等一下，你妈会到哦。天气冷叽叽，一定爱穿好少。台北有学生囡仔伫咧坐公车的时阵，熊一直流凊汗，话讲袂出来。警方配合将学生送医检查，初步研判可能因气温变化或身体劳累导致晕眩，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亲像伤冷出状况嘛，发生伫新北市新店，经消救援的UBER驾驶伫2日下晡开到青山路载客，伫车内失去意识，经过社区警卫发现通报，不过到尾也是救无回来。是不是因为伤冷熊死亡，也有待后续的调查。天冷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心脑血管疾病及呼吸道的疾病。那另外的话，有一些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们有慢性病三高，也要尽量注意好保暖。消防署统计，最近一礼拜因为非创伤疾病到院前无喘气心跳，全台湾已经有226人。虽然天气分析师指出，拜四是这届冷空气影响台湾上激烈的时阵，不过续来后礼拜2、27有下一波冷空气报道，而且强度是到东北季风的顶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台南查到信用企业行的翁仔某，负责人翁仔某是涉嫌将硬件混合废弃物载去乌白倒伫咧埤仔产地顶，非法得利2865万。检方是起诉这负责人等102个人，也有27间公司。再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宣布要将老人年金逐个月基本保证调悬到5000块，新长者调悬到6715块，也个放定排付条款。另外，运动部也推出500块的运动币60万分，只要满16岁以上，就拢会当来抽。落尾是《自由时报》，行政院通过自恐防制法的修正草案，将法律的名改做资助恐怖活动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防制法，甲攻击国家基础设施的行为列入去恐怖攻击的范围内底。众议院案伫咧立法院卡关，一个行政院长倒用态势提出要来公开辩论。不过也讲，其实伫咧国会就是上界好的公开平台。那国民党团是讲，因愿意公开来辩论，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是要求总统赖清德亲身出来辩论。我要求就3兆0350亿整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与立法院进行直接的辩论。
115年度总预算案调影一直对价，行政院长杜英台大声化公开辩论，向在野落剑贴，引起关心。啊，毋过到尾啊态度有转变，行政院解讲，国会都是上大上好的公开平台。喊战不敢战。毋过在野表态愿意接见，国民党团批评杜英台都是跨进毋敢进，要求举办3场电视辩论，由总调保公局书记长罗志强、首相府书记长林派雄，加杜英台副议长郑丽君、秘书长张敦涵辩论。至少你敢用这个假装敢战的姿态来凸显赖清德没出席弹劾会啊！我要请赖清德总统，你也要学卓荣泰嘛，对不对？卓荣泰都敢站出来辩论，你连弹劾会都不出席，没出席，然后呢，你也不敢跟在野党辩论啊！国民党团指出，解决问题上好也是当事人，造成调野争论主要是总统赖清德。罗志强表示，除了3场辩论，买当促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加总统赖清德辩论。你所任命的行政院院长，如果如此的没有勇气，如此的没有担当，连自己要求直接辩论，我们接招以后都可以缩回去的话，那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啊，亲自上阵？这样的一个政策辩论的最大的一个平台，他们不使用，还说我们到外面去谈，真的是放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去找人家单挑。尤其是呢最喜欢定钩机的这个黄国昌。针对在野爱杜英台赖总统出来辩论，民进党团颠倒批评南北立委敢若听啊，敢会晓卡预算演戏骗百姓，要求用正式辩论，和总预算交付委员会，行政院长会当到上大的正式平台，也就是国会进行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组成的和平委员会继续伫咧扩大成员的规模，想要把这功能扩大到会当来解决全球的冲突。已经有30个国家支持，川普也讲罗西亚同意加入。不过，有真侪国家伫咧烦恼讲，这个和平委员会敢是要来取代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所以到今是拢也未表态。美国总统川普倡议的和平委员会是持续扩大成员的规模，包括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卡达和科威特等真侪穆斯林国家日益宣誓加入。川普伫达沃斯嘛表示讲，罗西亚总统普廷嘛已经同意邀请。对这普廷说落来是回应讲，各地的建议愿意用红冻结资产来纳钱。партнерами,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сможем дать ответ на переданное нам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До решения нами вопроса об участии в составе и в самой работе Совета мира. 川普成立的这个和平委员会，本底是要到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而且监督加沙中间的机制。今麦川普想要把功能扩大到解决全球的冲突，向全球要60国来提出邀请，规划成员国的任期是3年，提供10亿美金的人会当摕到永久席位。川普来做主席有好国权，目前已经任命伊的囝婿库许纳、国务卿卢比欧、中东特使魏科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人来做执委会的成员。国家解脱和平委员会是在挑战而且取代联合国一寡功能。Do you want your Board of Peace to replace the UN? Well, it might. I mean, the UN just hasn't been very helpful. The UN will continue to relentlessly work for peace, in full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with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发文指出讲，联合国宪章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若是领导人选择上来遵守规则，都会破坏全球秩序，而且建立危险的前例。若是少数人会当冤撬全球事事，影响选举，也是主导公共辩论的条件，都表示咱当面对不平等、和制度、和共同价值的腐败。目前全球已经有包括以色列、匈牙利、阿根廷、越南等20-30国是同意加入，也是表态支持和平委员会。另外，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是明确拒绝。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中国、印度等重要大国拢表示搁在研议，也未表态定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让6党搁再去到瑞士达沃斯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针对着要得到各领导的争议，伊强调要动用武力，希望会当来参详，也暂时无要加扣关税来对付欧洲。因为英国是强调，这应该爱互各领导因家己来决定，而且英国也愿意加强伫咧北极的军力来应对罗西亚威胁。
而首相府的外籍记者会刚结束，场内的提问几乎都围绕着对川普政府的不安。那本周英国智库呢已经公开的警告，如果川普要强行夺取格陵兰的话，将形同宣告北约同盟的结束。那么，身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将如何自处，自然成为记者会的焦点。首相府的发言人的回应显得格外谨慎，小心维持措辞上的平衡，也还没有放弃英国作为美国跟欧洲之间桥梁的角色。首相府发言人强调英国的立场，支持格陵兰自主决定未来。不过，同时英国同意在北极区域增加军备，共同应对罗西亚带来的威胁。比起政府有较软软的态度，英国权威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发出强烈的警示。That is a flagrant offence against the UN Charter, and if he did so, acquire Greenland by using force, it would be the end of NATO. Members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military alliance are already forced to contemplate how they might hav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its most powerful member. 马多克斯伫年度演讲当中指出，川普对各国咧损害二战以来西方同盟的价值，英国即马当需要加强军备甲欧洲合作，应对川普扩张到北极的登陆主义。国际危机组织也发出警告，川普当咧吹油门，加速世界动乱。One of the things we're worried about is this normalization of war. And this lawlessness and this cavalier approach to making a bet. You know, as I said, the intoxication of Venezuela may now lead to testing and probing other places. 国际危机组织报告指出，现此时全球当时差不多有60个冲突的所在，这是这个组织成立30年来推动和平上界艰难的一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一向排有著名的台湾，今年真罕见无列入前10大风险的区域，也毋过也是互人真关注。这个组织指出，川普并无正式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毋过看中西半球亲亚洲的战略信号，引起盟友的不安。中国动作真多，台海的战事也是互人真紧张。公司国际记者洪雅芳英国伦敦报道。再来看，意大利要主办2026年米兰冬季奥运，2月初6就要开幕。这是一个并观光的好机会，场地拢当伫咧赶工，不过包含着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还有黑社会介入工程的问题，这都是引发外界的批评。伫意大利北部瓦近奥地利的边境，瓦山靠水的电竞砖头科尼蒂纳丹贝泽，因为要办冬季奥运比赛，变甲真闹热。但距离2月初6的开幕日已经无到1月日，运动馆甲周边基础建设工程也搁咧赶。Before the end of January, everything will be ready. We will meet the deadline. 为着办奥运，山区将近60公顷的范围已经开垦。奥运过后，嘛无法度恢复原本自然的模样，对山区生态冲击真大。距离热人去出世流浪的工地发生崩山，留下15米宽的大泥坑。 We're in a zone susceptible to landslides, an area that has historically been very fragile from a geological point of view. It's an area of karst stone, typical in the Dolomites, a zone prone to landslides, where we know that the terrain moves towards the valley by about 2 or 3 kilometers a year. 另外有一个更较实际的问题，就是钱。意大利人拢知影，只要有大笔款，黑手党一定会来烧圆仔汤。反黑手党组织呼吁相关开销就要更加透明。There is a risk of infiltration by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s, particularly with the subcontracts. It can come from companies that appear to be completely legitimate on paper, but upon closer inspection, it could be that they are being run by frontmen. 这是一个真实有的问题。2025年有超过40间甲意大利黑手党相交互的公司，互取消甲奥运相关的建设契约。 The criminal groups that were the most interested were the Camorra and the 'Ndrangheta, and to a lesser degree the Sicilian Mafia and the Foggiana Mafia. In most cases, we're talking about small-scale businesses who supplied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and manpower. 内政部针对反乌的特别工作小组有60个专员，对所有奥运建设的矛头进行检查，目前已经审阅过6000间企业。这项反乌检查会持续到奥运结束了真长一段时间，因为运动馆使用了爱转型，改用交通基础建设将因接连起来。工程按算爱进行到2033年。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各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外界就警告讲，这对美国甲全球造成冲击，而且美国也个欠大约代表82亿个会费，恐惊是违反美国法规。日本的北京爱武核电厂重新启动，不过因为向这警报一直响，在电厂碰6点钟了后，就紧急停机。东京电力公司表示讲，运作拢正常，详细原因也该调查。泰国出名的景点白庙，有台湾的游客违规停留伫桥顶咧翕相，甲后壁泰国游客伫遐冤家起冲突起卡动手。经过警方调解了后，双方和解，同意互相来赔偿。镜头转来看国内，这基隆市的安乐区昨日半暝有一个社区来发生火灾，41岁仁爱分队小队长詹玲杰3届进入会场要来救人，落尾是不幸殉职。另外，也有一个住户是救不回来。消防员到会场，随着救水线来抢救，住户是汹汹公公走出，救援心惊吓。半暝这场大火直到日透早才拍发，依旧消防车拄过，却发生消防人员勇敢救人，却来殉职的危险的代志。基隆落入山街的一个社区，日一半暝发生火灾，真侪住户受困。经消接到通报了后，到场抢救，因为导火住户厝内顶真侪物件，地需拍火甲救灾困难，一直到日透早才甲火势控制掉。我那种我去做喷水的动作，其他的都是烟。抢救的过程当中，41岁仁爱分队小队长詹玲杰3届进入火场来救人。伊第2届搜救出来时，佮提醒要进入火场的消防人员，内底顶真侪物件，无适宜吸到，物件就会放落来，一定要注意。去右手边还有一间啊，对不对？没有人，然后里面都是衣服嘛，这边都是衣服都很高，对不对？詹玲杰为着救人，第3届进入火场，佮甲面搭互受困的厝主细路的查某囝使用，伊家己刷技术砸到昏迷，方发现时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紧急送去基隆的中级病院急救，但是救不回来，不幸来殉职。我们没办法很顺利的把呼吸管放进去，是因为它没有氧气，所以我们得要做一个气切。那我们也尽了我们最大努力，这样帮他急救了有50分钟之久，但是很不幸还是没办法把他救回来。还有一位消防人员红点着送病院抢救，也拿细路的住户送病院是救不回来，也有住户伫病院观察。市长谢国良、消防署长肖焕忠等人也到病院关心，希望家属坚强。一位勇敢的消防人员来殉职，消防局的面册也传詹玲杰黑白相片来给伊对书加感念。抚恤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然后来替我们梅杰小队长来争取最优的抚恤。谢国良表示，詹玲杰小队长为着救民众，不幸来殉职，让人真心痛。会争取上好的武术，也向家属表达讲，希望会当让詹玲杰进入中烈士。詹玲杰是警专23期毕业，消防的资历16年，参与过国道3号走山事故、复兴空难。普悠玛冰车、德鲁古事件，也有花莲大地震等等的搜救，伊一生对救灾奉献真大，即马煞不幸来殉职，让人真唔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或者导火人家厝内底物件是蹲甲目睭睭蹲甲柜厝间，消防小队长詹玲杰要提醒其他同仁要入去，就要特别注意物件可能会放落来。想袂到，搁在进入火场的时阵，真正伫放落来的衫裤内底发现到一个受困的民众。詹玲杰将伊的面罩交予这个民众使用，伊家己说是不幸来殉职。火灾了后，消防署长肖焕忠甲基隆消防局长尤嘉义两个人伫咧基隆消防人员的陪同之下，做伙去火灾现场来勘查。面对媒体咧问讲火灾初步调查的情形，基隆消防局长尤嘉义讲到这一届火灾上界主要的关键。房间在最里面以外，就是我刚讲的路径全部都有杂物的堆积啦，所以在抢救上跟疏散上确实是比较困难。詹玲杰这一届不幸殉职，伊是警专23期出业的。消防的经验有16年，参与过国道3号崩山、复兴空难、普悠玛败马、甲花莲地震等等的搜救行动。因小弟嘛是桃园的消防员，詹玲杰做消防小队长，救灾经验丰富。不过，煞伫这届社区火灾救灾行动不幸殉职。专家指出，火灾现场有顶真侪哩哩扣扣的物件，阻碍搜救的动线，通道真狭，地处消防员要出入救灾是真困难，是上界主要的因素。行进过程之间碰撞什么杂物
杂物只要倒下来，都会改变我们的撤退路径。对于杂物来讲，对我们消防人员抢救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点。另外，为着要把掉伫内底住户救出来，才连加入去火场3届。先开始，伊就甲强生的面搭，互掉伫内底住户来使用。历史于第3届入去火场，看到住户的情形真危急，就甲伊的空气面搭，互住户来使用。结果伊家己却是去互演杂着伤蛇昏去，落尾手送病院去救，要是救无转来。学者指出，消防员若是无加罩空气管，当强生面搭，互防救的民众使用的时阵，内底供应的空气其实就是消防员排的迄个空气管，较侪人咧使用，空气消磨了较紧。那气瓶的使用量，除了1个人用跟2个人用之外，还有包含到消防员当时的身心理状况，来影响他吸气量，再影响到他的可使用时间。希望摘调会可以赶快去要资料和现场去现勘，找出是不是有哪个缺陷导致说一连串的问题发生。这届消防员不幸殉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特别呼吁家人市政府甲消防署，应该爱赶紧调查清楚，莫让消防员白白来牺牲。消防局嘛表示，目前火灾的原因要当地调查，呼吁民众厝内爱按火灾的警报器，平常时厝内逃生的通道都要保持通透，唔通订一寡离离扣扣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台北捷运发生乌白杀人的事件，昨台北市府是伫咧台北车头来举行高强度无差别攻击的模拟演练，也有发送中英文版本的警告简讯。模拟人阵雄雄有烟雾呛起来，附近民众惊甲发羞，尾仔飞刀挂喙暗，阁有烟雾炸条咧。伫台北车站的代替月台压倒随机伤人。警方开枪甲匪徒制服，尾仔救援人员嘛赶到场斗救治伤患。不过部分匪徒搁转换所在去地下3楼强国区继续伤人。警方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匪徒伫代替高铁甲捷运入口各界所在等汽油弹甲烟雾弹，警方以优势人力制服。地下街店面赶紧甲铁门关落来，防止匪徒继续伤人。警方到场用电击枪，互匪徒倒落来。4铁共构以及4条地下街，加上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它的动线非常复杂，而要整合的单位非常的多，所以维安的难度极高，所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疏漏，也不疏忽。周万安提醒，若是民众拄到有人弹烟雾弹，第一时间爱走未报。搁预告第3阶段会甲规模搁再提升，进行跨管区演练，一定会伫农历春节进行举行。这次演练同样也纳入了模拟细胞简讯，而警报声一响起，大多民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看手机。我会先看讯息内容，然后之后再看是什么事，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毕竟一些突发的状况比较多。这个演练，市政府针对周围1公里内发送中英文疏散避难告警细胞简讯，因为去年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案，传出警用无线电伫台北捷运无法度通讯的事件。新任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彦典讲，已经伫各相关重要的捷运站提升信号能量，装了42部 BDA 信号放大器，在我们各相关重要的站体，来提升我们讯号的一个能量。林彦典讲，台北捷运公司原来提供一台无线电，放伫市警局勤务指挥中心，避免漏接任何消息。警政署原来做全盘规划，互警用无线电原来当伫北捷拢会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中中港丁清病院拜3时阵有一个26岁姓林的患者，情绪是真激动，要拍医师，一个攻击另外一个护理师，害这护理师面着伤去脑震荡。病院甲卫生局拢谴责暴力的行为，也甲这个患者移送法办。108公斤的查甫人伫急诊室头前出拳，头部遭受攻击，护理师失去重心，向后边倒伫病床，另外一个护理师为柜台冲出来想要阻止。台中市中港丁清病院2透早4点外发生医疗暴力事件，院方出面严厉谴责，决定提告。是有出现脸部的擦伤、挫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颈部的疼痛、麻木，
的这些的感觉，还有脑震荡的这些现象。26岁姓林的查甫人是因为倒手刀挂伤，要求护车送医。到院的时阵情绪激动，想要拍急诊医师，经过警卫甲家属安搭到急诊室门口领证，不过马上雄雄出拳攻击姓詹的护理师，造成护理师第一站失去意识，面部刺伤甲脑震荡。警方赶到现场直接逮捕，将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正办。该男子就医过程中与护理人员发生冲突，并动手伤人。警方已调阅监视器画面，并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依法侦办。医疗法规定，任何人免用强暴、威胁这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执行，违法应罚3到5万，或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并科30万以下罚金。不过，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制度失灵，反而判刑过轻，建议政府修法党法。以这为例就好了。那你觉得在台湾的医疗暴力的一个情况怎么会改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政府要求司法院对于这些法官必须进行再教育。台中市卫生局也表达严正谴责，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后续公布通报台中地检署司法侦办，全力支持第一线医师人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土城有连锁的幼稚园少连续发生一个保人员对囡仔起骹动手的暴力行为，上无有5个囡仔受到不当对待。有家长就出面来指控，这个对这园方处罚了伤轻。新北教育局是表示讲，这案伫咧去年9月已经完成调查，幼稚园甲老师拢罚款13万2千块，也拢有列管。监视会面中有老师甲囡仔饲在涂骹 QQ 热热，有受害囡仔的家长在记者会指控新北市有连锁的幼稚园，自去年8月至10月到达，拢有不当对待囡仔的问题。新北市教育局无落实监督，家长指出囡仔就需出现情绪无稳定、惊开门的声。经过调查发现，一个细仔的老师，今年20年来无教保资格违法串班，受裁罚以后，人已经无伫遮教。不过，有一个同款有不当对待囡仔的老师，行为互家庭发现了后，敢若对幼幼班调到大班继续任教。每年都因为违法聘用未具资格的教保员从事教保服务，被主管机关裁罚。确认依旧继续禁用无资格的人员照顾幼生，不仅发书用丢的，动不动就对班上的孩子们踢打拽，甚至还有同学被摔在地上。吃饭慢为由，要求孩童罚站进食，强迫进食，甚至呕吐之后仍然要继续进食，并制造回家说老师坏话会被知道的恐惧。受害家长表示，真侪家长也毋知幼稚园的状况，因摕到的画面也阁是新北市教育局剪接过的，因要求提供完整的监视画面，嘛着启动全面调查。另外，兵团指出，这个连锁幼稚园自109年以来，逐年拢有违规的情形，连无教保资格的詹老师，教育局才罚3万块尔。希望教育局嘛着要求因暂停新设园所甲受托，教师定了无适任的教保人员。不告不理的一个状况，因此呢，我们认为说，在教育局是应该要站在维护幼儿权利的一个立场状况之下，是应该要集体的去调查、了解，并且通知所有的一个受害者。新北市教育局是回应讲，专案去年已经完成调查，有依法对幼稚园含行为人计共重罚13万2千块，嘛有公告名声列管。征信职员对5名幼生有拍打、拉扯、推挤等不当管教行为成立，立即要求园方将该员停职，并避免再接触幼生。新北市教育局针对这个连锁幼稚园，讲会来做加强督导名单，未来若接到相关的通报，会以更较谨慎的标准来调查处理，建议加重裁罚，也是进一步行政处分。记者卢尚如、郑俊佑综合报道。转换心情来关心过年伫要到啊，真侪人拢开始准备要去款东款西。今年一间的世贸年会大典伫今仔日正式来开办，今年已经是第14档有恭请北港妈祖来到现场主驾。北港妈对婚礼坐专车来到台北，伫咧顺风里千里眼的开路之下，来到世贸的年会大典主驾。现场摇软桥卡求平安的活动，祈求一年拢顺遂。北港朝天宫讲，因为真侪中南部的囡仔来到台北读册做工课，所以妈祖才会逐档伫咧旧历过年进前起来台北。今年是第14档啊。妈祖来到世贸吼。已经第14年了吼，因为南部嘅台北混搭嘛真济啦吼，若伫大有天宫点点是悬的吼，伊免半工就去到北港，
我嘛这服务吼会当点灯。现场现场排队是排甲热长，就是为着要点平安灯、妈祖灯。现场还有 AI 机器，会当抽签解疑难杂症。这是台北市内上大的年会展览，对拜五开始会连续办4天。现场有500间的厂商，考虑到台湾有真侪新住民、留学生，年会大家也有替因准备过年的故乡味。除了国内的业者之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外的业者呢，来呈现他们精美的礼品。除了会当办年会，也会当传年菜，但是有水产业者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海水温度过悬，一寡干贝、鳝鱼拢起价，尤其是干贝价少起2倍。起较济应该是干贝类的，真正是起较济啦。应该今年可能甲旧年比起来，一克会使买2克啊。过年要到啊，办好会过好年，伫咧室内年会，大家唔免扇风淋雨。预估吸引超过38万人次，替过年的消费市场带来就业的商机。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中华分园有一片8公顷半百日草花海，即阵是开了断水。不过也有民众会行入去花海内底吞打，甚至是偷挽花。县府是呼吁民众都要有公德心。黄的、红的，阁有柑仔色的花开甲断水。中华分园的宝山国小甲宝山福德树附近，有将近8.5公顷的百日草花海，美丽景色，成袂少人来翕相。真好翕哦，这偌水咧！你安尼大家都来看呢，任何的角度拢真好看。就是可能今年的面积也比较大，都觉得很漂亮。大片的花海看起来真壮观，大家找角度都是希望翕出上水的相片。但是，都有民众发现有人无守规矩，直接踏入去花海翕相，就连脚踏车嘛牵入去花海，缀伫花顶面，甚至有人是摕夹刀夹花挽花，真离谱。然后真侪啊，就发现讲者就愈搭愈侪位，你知哦？大家有样看样，就拢去搭入。其实咧，拢有田螺路，拢会使搭咧田螺哦。啊，用借位落去就会使啊！你搭入去真正哦，搭咱外国足歹看。有人加花啊，因的意思是讲要加点去炒，其实百日草这种物件伊是挡袂久啦。县府表示，中华市农业大观一直有咧推动鼓励农民伫休耕的时阵种百日草、菊甲花，才会景观花草。一来是做绿肥，二来会当互民众欣赏。县府嘛呼吁大家咧赏花的时，都要有公德心，千万唔通损断美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的梅岭，逐年拢会吸引真侪游客来遮看梅花，也毋过嘛有袂少民众咧反映讲，拢无法度事先来知影开花的状况，而且当地公共设施嘛无够。原来台南市府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改善。满山800万的一片，往年卡倒是梅花开花季节，这是台南南西梅岭风景区低海拔的所在，通看到梅树顶一蕊一蕊的白色梅花，总是成真侪游客来。不过有寡民众认为梅岭遮无回放上新的资讯，加上这搭交通车无做到位，兼有人找无指示，互后边的车骑喇叭等问题。伊迄个公共设施也无够，譬如讲迄个公共便所嘛，停车场嘛，这上基本的。啊，因迄边有迄个官方去宣导，但是过来阮这边家哦，神明机场这边呐，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秘境呐，但是秘境哦，拢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土地吼，像我嘛。徛在阮商圈的立场哦，我嘛是讲希望讲带动地方。关路交回应主要因为梅岭各步道品种、气温参环境拢会影响回放。即阵已经有要求南西区公所逐工上山去掌握回放，兼后续强化指标甲资讯公告。无论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拢讲后续会阁检讨赏花动线甲回放发布机制，要互游客伫赏玫瑰通有一个好的体验。民众赏梅的这个品质跟掌握赏花的资讯呢，是否已经请公所每天要了解实际的花况，做好赏花区的一些建议了哦。那也请观旅局呢要加强及时的花况宣导。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梅农，还有就是当地的协会、跟公所，还有市府这边呢，再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会将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花况的讯息呢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跟脸书。
另外，南西上宽发展协会理事长指出，每领经济每行拢是私人土地，加上部分地主年纪大，嘛无气力去整理。伊希望市府也是实业风管处通出面整合，结合相关嘅业者推动每行利用，协助环境整理，看敢通拓展商会范围，嘛有机会结合加整个油田，带动南西线会观光。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屏东有一个好心的厝头家同人恶乐，伊的厝租无贵，拜一到拜五佫会传免费的早顿予厝卡者，伊的套房是拢大甲满满。俗芳烘好，甲巧克力豆抹起哩，边仔佫有现煮的咖啡，要啉家己倒。若要到遮，嘛有准备饭圆。遮毋是外口的早顿担，是租厝一楼的通道。甲一般细厝的所在无同，遮的厝头家拜一到拜五拢会传澎湃的早起，互细厝的上班族也是学生，拢有小免费的早顿通好食。因为他的早餐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会有变化，然后他都是由就是专人每天早上7点，他们7点多来上班，直接现做，每天都不一样。然后他的菜单都会公布在那边。之前有在其他地方租过房子，这样，从来都没有遇过这么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省一顿啊，对啊，真的可以省一些钱这样。怎么说？我原本都不吃早餐，然后这里就每天，而且它可以让我就每天都变得很早起。这栋出租的学院伫屏东中地大仁科技大学附近，有5层楼，大约100间套房，逐个月租金按照房型对4700到12000块拢有。原本厝头家是逐年会办每个请食饭，但是因为厝卡的时间未拄好，所以即马改做提供早顿。厝头家张小姐讲，希望甲厝卡会当做朋友，会当互因感觉像住咧厝同款温暖。我想说，大家能够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嘛。每一年都要花费很多钱嘛。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那就不要做就好了啦。是，但是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吧。厝头家表示，因已经做满几多年啊，毋望厝卡对因拢有介意。虽然伊一个月爱开2-3万买材料，佮请人煮，毋过提供早顿，互厝卡食了欢喜，一个月佮会当省几6000千块，厝卡欢喜，伊嘛欢喜。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日本基金会有推出好月牌的特定义，用52张写好月牌来帮助家庭进行沟通化解冲突，这是真受到欢迎，而且也要来推出台语版本。小酒做伙算纸牌啊，这副牌毋是普通的纸牌，嘛是好月牌。牌顶面除了一般的数字、含图、梅、开、角才会图，也有印好话伫咧顶面。这副好月牌是人本基金会所推出的，因讲推出的目的是想要互父母和囝伫咧沟通的时，会当较接讲好话。华语的版本已经推出12档，反应真好。续落来要推出台语的版本。对伊来讲，用这个好月牌，伊就开始对伊的生活会当家己决定，要安怎甲囡仔好好讲话，好好斗阵。有的话是会当疼惜父母伊家己。阮内底有一句话，其实真古锥，吼好家在有我这个大条的。牌仔顶面的数字有分大细字，大字的边遐是好话，用来解说细字边遐较负面的话。人本基金会表示，因为台语内面的俗语较侪是歹听的话，所以台语版本的好话牌就用好话来解说迄句俗语要表达的意思。角色的第6张牌，面顶的歹喙是讲。叶仔无挽毋成长，囡仔无讲毋成人，这是台语在来就有的词语。台语的好话牌就是一个工具，来装备你好话好喙听囡仔才会词语，装备你的能力。人本基金会表示，希望家长会当利用52张好话牌来帮助家己教育囡仔。若是无囡仔的家庭，也会当使用伫翁仔某之间。透过讲好话来化解冲突。2月份台语版本的好话牌就要推出，用母语讲好话，感受好话的力量。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最近教育部有做出新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由台湾所的研究生来设计一个会当练习拍台语文的网站，互大家来练速度、练准确度，而且开放民众投稿，互大家做伙来练习。兄弟啊，咱真钱应该无实在啦。
规工的，这几句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长头海提的网络影片，真也真做民众会当拍台文练习的文本咯。台文所的实习生陈建中有设一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希望互当地学写台语文的民众提供练习的平台。两篇是即马课文有收的文章啦，一篇是陈鸿辉老师的甲医鸟仔有关系的文章。另外一篇是迄个林嘉怡老师食盐水皮蛋披萨的文章。另外佫嘛有最近诚穿的迄个台语文小姐伊的迄个新诗夜诗。陈建中表示，像咱学英文拍字有真侪假诗通练习，不过台语文真欠缺，伊就用 AI 来设计这个网站，结合教育部台语常用词典的例句，甲侪台语文有判授权文章，互民众练习了，佫通根据正确的速度来拍分数。有国家研究员嘛，甲家己的文章投稿起哩，也肯定有一款网站，嘛较通知影家己有进步无。有一篇是迄个盐水皮蛋低火锅披萨，这篇文章嘛有互一间这个教科书的出版社选去做国中的台语文的课文。因为这个内容都是有真侪台语词啊嘛，不哩啊新鲜个趣味啊，有这个数字了后吼，你的拍字的这个速度就变做一个真实际的数字嘛，会使甲你家己比，甚至你家己嘛会使甲朋友比。开发者陈建中表示，目前有开放民众投稿文章，另外为着无共人的需求，这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要练习教育部的台语、白话字，还是汉语南咧写拢会使，嘛通注定想要练习的文章。陈建中希望互民众嘴讲白母话，唱拍台语文，愈写愈进步。记者卢尚如、郑准友台北报道。来看有研究团队伫咧印尼发现一幅红色手印的壁画，经过鉴定发现，这幅图是对6万多年前留落来，正做上古早的壁画技术。印尼甲欧洲来的研究人员伫苏拉威西岛的洞内发现真特别的岩石壁画，做比对分析了后发现，这画是甲石料喷伫砌伫洞内壁顶的手，形成一个外形。部分剪头仔尾原来有修过，看起来敢若亲像真尖的鸟。专家当时分析壁画顶的矿物层，发现时间至少伫67800年前，比进前伫西班牙发现的记录搁较早1100年，是上早的岩石壁画艺术。This is a really exciting finding to find hands this old, but as you said, that timing is either really early humans were in that cave making hands, or potentially Denisovans were making hands. 这项发表伫自然期刊顶的研究，改变英国认为艺术起源伫欧洲的认知。科学家研判，这个手印的创作者可能甲当时生存的人类祖先地人，也是叫丹尼索瓦人的古人类同时代。当时研究嘛显示，早期人类迁徙路线，地人到包含澳洲甲新几内亚的沙漠陆平的时间，可能比英国所讲的搁较早15000年。It is now officially the oldest known cave art in the world, which is really cool. I suspect it'll probably lose its title at some point in 2026, because again, as we're expanding using uranium series, as we're starting to just better understand how old some of the art is, I think more art which is contemporary to it will probably start to emerge. 印尼以有丰富的早期洞穴壁画出名。研究人员指出，新发现的红色手印壁画包含的信息是，当时人类已经有抽象思维，用艺术创作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在新闻的最后，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至19度，中部地区11度至22度，南部地区11度至22度，东部地区13度至20度。再个外岛地区7度至1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